最近菜市成长有较稳定，产地菜价嘛过会落。云林西里果菜市场平均1公斤的大麦价只剩18.6块尔，创下最近一档的新低。尤其是高丽菜，阁有山东白啊，1公斤5块尔。农民讲已经是了钱在卖咯。云林农民每采收起做高丽菜，但近期受到气候稳定和本地高丽菜产量济等因素，以西里果菜市场来讲，高丽菜1公斤敢剩5块。农民若无参与去做补价收购，差不多拢是赔本进值。你若俗来无人买，就够爽呢。你本钱呢？铁木仔钱呢？药仔钱，爱用个工钱呢，都足多差歹算。拢买好遐？算毋知卖好，一个这算足俗的，做世人安尼做安拢了本。而每公斤剩5块，阁有包心白啊。中华道农民为着济少当回收进值成本，规开放5分地包心白啊菜园。每粒条1公斤重的包心白啊只要10块，按算开放到26号就全部被筛掉。开放给人家采白菜啊，1颗10元，就觉得很好玩啊，所以就来体验一下。菜也不会浪费掉啦，不然放着也是烂掉啊。对啊，想讲加起来，赚一点吃饭的钱啊。收到血本无归吼，伤忝，人也无爱，含工钱，都叫有人好收，人就会直接甲放掉做堆回啦。西果菜市场表示，目前高丽菜和包心白啊，每公斤5块已经是上价价销，嘛陆续农民已经去收。而近期因为产地蔬菜交货量济，西里果菜市场24号平均的菜价拉到18.6块，是这1年来上价。公司新闻王伟雄、云林中华综合报道。